哦，这个面粉还是摕面汤拢会使哦。一叔叔啊，一叔叔啊，哎呦，安尼滴叔叔啊，安尼伫水面安尼画，味道的感觉啊，伊就会拍开，安尼甲伊画出来，有无？哇啊，有水嘛？有呢。阿嬷，啊你摕这面汤是要洗面咯？无啦，洗骹啦。哦，紧啊！伫遐讲真笑呀！我今仔日是要做这个牛白染，华语叫做牛末染。看起来垃圾是做啥要创啥啦？什么垃圾垃圾？你喙才垃圾啦！我是要教阮洋洋做这个牛白染吼。我生日的时阵，伊就会使做卡片送互我。买较紧啊，佫遮麻烦。你这个人足无感情的呢？迄卡片就是要用写用做的，安尼才有诚意。你唔捌啦？好啦，你啥物拢唔捌啊？走啊！哦，一开始就在唱歌呀。赵三官啊，该我授意啊！这毋是就是迄主持人啊，迄个阿家啊。我是比禁止过两届。哦，家己主持就家己时唱啊代迄时阵推广方面化运动，你就用演方面。哦，伊是咧讲迄日本时代啦，迄个方面化的运动啊。用这个大小鼓。哦，以前就是这种代志咧。啊，牛的白鸭链啊，哈。因为啊，迄个政治的因素啊，是吼，迄以前发生的代志吼，你演戏都会影响。演403大战宫本武藏。哈？宫本武藏。 403大战宫本武藏。你这剧本唔知解释我问阿基，啊是，什么人赢？啊一定是宫本武藏的。哦，真正爱改写咧。迄宫本武藏哦，是输。那个时叫做方面戏。明仔载就无啊。明仔载就袂使搬，恐怖。来走一个闪叫的，煞来一个。再一个啥？你厉害哦吼，你知闪过吼？来走一个闪叫，来一个闪赛。他拄仔咧讲迄方面化运动啊，即摆哪有讲着闪赛啊？1945年日本战败离开了，国民政府来台。哦，你是讲我是向限制嘛？啊，想讲国民政府来台。讲迄个时阵，讲迄个时间啊。讲迄个时间应该是改变啊嘛吼，重新要来发展啊。可能。啊，哪会知影？1949年开始戒严，是开始推动国语运动。哎呀，禁止讲方言。对啦，当讲以前伫学校我嘛袂使讲台语呢。讲华语，啊所以伊即马就是咧讲迄代志啊。台语。哎呀，无阿嬷你是要做我迄做啦，做代志嘛无认真呢，搁要看电视。无啦，这最重要的呢，我听一个啦，这嘛是历史呢。变玛丽好啦。伊原意会改变去啊。系啦，会一直改变啦。歌戏会好听好看，就是因为伊的台语变化。咱即马哪嘛一定看这歌戏所以你看较早的剧本。阿嬷紧的啦，这帮听袂歹呢。好啦，紧做，观众朋友拢在等呢。好啦，要做啊啦。啊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要做的时阵，拢爱准备这个这个面粉，还是摕面汤拢会使哦。啊，水吼唔免放伤济，差不多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搁有摕这个哦，这个目汁，啊，搁有这个毛笔，这个目汁甲伊泡开，啊，滴一丝丝啊就好啊，袂使伤济吼。一丝丝啊，一丝丝啊，哎呦，安尼滴丝丝啊。咋滴就好吗？差不多啦。嘛吼，为什么要准备毛笔？就是爱伫这个水面安尼画。你嘛会使用滴，用顶礼拜迄个滴嘛。顶礼拜迄个滴嘛会使。即摆用这毛笔，安尼伫水面安尼画，味道的感觉啊，伊就会拍开，安尼甲伊画起来，有无？哦，重点来啊吼！了后咧，摕即个宣纸，你去买的时阵啊，你去迄什么美术社啊，还是迄笔墨庄啊，你去问伊讲你要这个宣纸，啊，你会使选迄个生鲜呢？生鲜这个宣纸吼，安尼甲伊藏起，啊嘛是轻轻啊就好啊吼，安尼藏起哩，哎，有无？哇！有水嘛？有呢。用好了，你会使摕一张吼，你无要用的纸，放伫边啊，甲伊泡打就好啊。哦，我感觉家己足有气质。顶悬无用着啊。我头前有讲哦，我要做迄卡片啊，啊到时阵我就会使伫遮写字啊，这叫做留白。老白吼，留白的艺术差不多了吼，你就是摕这个毛笔，选一个色吼，要创啥咧？红色，就爱写字啊，哎呦，要开始写哦。阿嬷你要写啥？啊，你等下就知啊吼，这是什么字看？科鹅啊，迄个鹅。什么科？这是啊。哦，迄是啊。这啊。哦。就我知。这阿嬷。嘿掉。第三个字。上。嘿上。这里有
这字小困难嘛。你会使啦，你会晓念无？这四个字，阿嬷上水。我无会讲话，这真正足简单，人拢会晓呢。嘿啊！毋过万不样样无要做互你，到时阵你要安怎？哦，若是阮样样无要做我就摕这个乖啊，嘿，摕这乖来烧，来烧咧。到时阵也无爱做，我想是我甲你讲，你应该写阿嬷上歹斗阵。你这歹斗阵你上歹，落尾再写一个祝福的感觉。以前吼，咱做留言写这愿，好，谢谢阿嬷。嘿，谢谢大家哦，多谢大家哦。健康平安。平安大赚钱，家己 DIY 做看卖。好，阿嬷吼，今日要大家讲一个代志吼，这礼拜早市的时阵哦，11点到12点有一个直播的活动，伫咧公司台语台的面体顶悬，是这个文启啊，还有上华做伙主持的这个直播，咱会使做伙看这个食 brunch， 还会使看这个来食早到顿。阿妈，你嘛知不让去哦？嘿啊，哦，台北足侪人都爱食个 brunch 的，会使食 brunch， 啊，搁会使看这直播，咱做伙来看吼。拜日，礼拜啊，礼拜啦，礼拜啦。你无听我讲话呢？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嘿啦，礼拜吼，做伙看哦。讲啥解？讲啥解？礼拜，做伙看，做伙看。